进入第8档的16岁正青春艺术节，自今年3月开始，在大台南地区遴选50位16岁到19岁的高中生参与计划，为期半档的培训甲排练，在剧场鼓励青少年利用成长经验甲故事进行创作。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将艺术教育往下扎根，那提供青少年在暑假有一个平台，让他们透过音乐、舞蹈、戏剧等不同形式来展现他们自己。我们由影响新剧场从3月招募我们的50位的青少年进到剧场来，透过我们的课程以及我们的故事的一个编撰，还有在导演的带领之下，完成了今年的作品《爱》。今年度的主题定为爱负一开根号，用爱来探讨存在和不存在的意义。那我们今年有的特色呢，就是我们这一次呢，所有的景呢会因为我们的题目叫做爱，所以有点是科技，好像在算数学。那以前人家会觉得说，数学好像跟艺术不太一样，但是其实这些所有的都是在带领我们去探索生命的这个历程。那所以今年我们透过了负一开根号来跟大家讨论什么是存在，什么是不存在，什么是虚数，什么是实数。过去已经累积7场青少年剧场原创作品，399位接受表演艺术演出制作培训，嘛有91位学员进入国内外艺术相关学校学习，成果相当的好。8月12到14，在台南文化中心完成剧场有4场的演出，欢迎大家来见证这个高中生的学习成果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